日前，王大陆涉嫌用假病历假做心脏有问题，想要变做兵，惊检警也去敲伊的徛家，甲人带登去问话。台中成功300百货公司爆炸了后，到今第6天，都发局也即届证实讲，这建筑结构有受损，要提出着安全评估，才会当进行征收。特别航空一台飞行机伫咧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机场要起来的时阵，煞规只变过来，造成18人轻重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8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33岁艺人王大陆涉嫌用假病历，想要假做讲是心脏有问题，想要去免做兵。不过今仔日呢，这检警也去敲伊的徛家，也甲中人王大陆，还有其他想要免做兵的，总共有12个人带登去问话。内政部也已经主动清查，发现讲有80个案例，拢是入伍进前的身体检查讲因有问题。目前也追查这4年来资料，要甲这个人移上司法侦查。关乌翠案艺人王大陆涉嫌以假病历盗兵役，十个检警去伊伫台北大安区的主体搜查躯体。另外，带回中介集团甲王大陆等涉嫌盗兵役的一人，复审了后，王大陆互人依照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以15万交保。真的有涉嫌逃兵役啊？真的花了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真的有花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2015年，王大陆主演青春爱情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快速出名。现年33岁，伊却传出假心脏问题，得到免入伍的资格。专案拢总12个人互人躯体，其中也有一个26岁呆呆医学系4本的查甫人，询问了后10万块交保。律师讲，假医疗证明，恐惊面临相关5年有期徒刑。台北市兵役局嘛讲，王大陆已经互人列入3月登记对象，并限制出境。在学最高缓征的年限就是到33岁。所以他超过这个年龄之后，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年次跟签号顺序来排定他的征集梯次，就没有办法再准予他做出国的申请。提供虚假的资料，使得医院做出免疫的证明，因此免除了要服兵役这样的义务。王大陆等人已经违反了兵役治罪条例的规定，最高是可以处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兵役局表示，公所嘛无收到王大陆的体检复检申请，来做3月登记推出，也无入伍，会依照兵役法移送法办。内政部声明，已经主动清查，发现有部分役男登兵检查异常，拢总差不多80个案例，有同款涉嫌不法。为着谨慎，原来看2020年至2024年役男体复检列停的相关资料，移送司法单位侦查。记者综合报道。公军今仔日针对用高教机射落来意外对外来做说明，讲是15早起8点38分，高教机对台东的志航基地起飞，2分钟后，这飞行官就汇报讲，这双发动机拢故障，也因为这款的情形较罕见，敢是去弄到焦仔咧。公军表示讲无排除任何可能性，目前上界关键的乌鸭仔到今也未找到。国机国造中央高教机顶一日头一届发生事故，加在飞行员跳伞疯救起来。空军18做专案说明，讲飞官林伟驶永阳高教机15早起8点38分为台东志航基地起飞做例行性的训练，想要到起飞2分钟了后，伫志航基地东北边4海里的所在回报美地，也佫有双边的发动机失效。飞行员是赶紧跳伞，救护机伫8点52分起飞，发现飞行员伫逃生艇内底。赶紧甲吊起来，甲伊送病院。整个飞行情况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正常。好，画面会停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出现了失效的情况。永阳高教机发生事故迄一天天气真好，有符合训练的标准。空军透过飞的路线，发现飞行的情形甲起飞一切拢有正常，一直到2分钟的时阵开始有各样。根据飞行员的讲法，伫高度差不多2000英尺的所在，明显感觉推力无去。检查发动机仪表，各项的数值持续热落，显示器嘛拢无法度显示，伊随通报，而且随弹射跳伞走出去。不过，双边的发动机失效是真罕见，也若敢有受到交击，空军讲无排除任何可能性。但飞行口述的这个情况呢，比较没有闻到一些
异味焦臭味或者是发动机有一些抖动这个情况那它的叙述的情况就是明显的感觉到推力丧失。针对后永阳高教机残骸的进度，空军目前敢若找到倒边副机室甲固定室，也若关键的乌鸭仔到今也未找到。针对这点，空军车海巡艇早成立，还佫有水底声音定位器继续咧找。也若其他的永阳高教机目前拢停飞，执行天安的特检。外界关注讲，敢会影响飞官换装的训练？那在目前整个换训的这个情况呢目前都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影响。当然我们就尽快的找出有可能的原因，做完相关的训练跟相关的这个飞机特检。针对永阳高教机的飞官林伟跳伞逃生，得到大社济议员长马丁贝克的认证，才做好运的第7777个防救起来的人。照国际流程，马丁贝克会颁发证书甲纪念品予伊。针对这点，空军回应讲乐观其成。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台中新光三越百货公司这爆炸事件到今是第6天啊。都法局也头一届证实讲，这建筑物的结构有明显受损，就要提出安全评估，才会当进行征收。市政府也限业者今仔日咧，就要完成这外墙的危险物程度作业。另外也传出讲，这专柜员工不本互安排去到外县市上班。新光三越也强调，已经和这厂商有做沟通咯。也若伫咧事故当天呢，有热心协助的10位有印象，今仔日市政府也甲因表扬。重型的吊车载人员到起步的楼层外边清掉外墙的危险物。台中新光三越起步案第6天，台中市都法局证实，经过初步的判断，建筑结构有受损，由业者请结构技师提出结构安全的评估，才会当修理补强。我们看到有一些楼板部分好像有部分的凹陷，然后有小梁部分有弯曲。然后电梯间的部分，它有受到气爆影响，那个外墙有受到外推。另外，传出有专柜的员工不满，事发了后，厂商安排跨区职员，逐工伫台北甲台中无共的分店工作。新光三越公司并无提出明确的机制，业者18出面回讲，已经和厂商沟通，会好好安置每一位专柜人员。所以讲，厂商这一块其实他应该会特别的处置，不会去为难到所有的专柜人员。我们的商品部事实上已经在代劳这一块，就是事实上我们本来就跟厂商有做全面性的一个沟通跟合作。我想这一块呢，按照不同的业种、不同的性质，我们一定会去请每一个厂商，事实上他们会做比较妥智的一个短期的因应的一个安排。有民代指记讲，市府无主动查晓牵涉行政大道。市府强调，新光三越最近7年征收记录计共申报30外件，真正无用救灾甲商场稽查，并不是大道。因那起步案当中有11位热心的民众协助救灾，市府18公开表扬，其中为起步伤者做 CPR 的中华基督教病院的侦判护理师，真谦虚讲，这是每一位医护拢会做的代志。去询问过我们就是所有急诊室的同仁们，其实每个人跟我们做的选择都会是一样的，一定都是义无反顾的先去帮忙救治这样。也拿新光三越外墙的危险物，业者18暗头仔表示已经清好势，市府伫交稿进前有原咧验收，若无符合规定，都法局会依照建筑法开罚。高市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条新闻，这车含人，还有狗拢是真危险的。中华公园呢有一个80多岁阿嬷骑车出门，煞有人饲的狗仔甲伊吠，其他弄动见到走来甲阿嬷虐，害这阿嬷是跋倒规身躯伤，还有小可脑震动。中华县的动防所就表示，有人饲的狗无甲伊连起来，会当甲这主人开罚单，也若这弄动犬呢会甲因绑起来。一乌多摆通过伫路边大数的狗仔，随着冲过去虐车。中华丰原乡一个85岁姓曾的负责人，15骑电动大步车经过草屯路，互一阵路边的狗仔甲围攻，结果骑袂知，人和车做伙摔倒伫涂骹，好佳在经过驾驶警甲救起来。是几号的狗吗？几号的狗？姓曾的负责人讲，先是一间民家厝出来的狗仔一直叫，sau落来有10几只狗仔对路边冲出来甲虐。伊说甲身躯几个所在乌青，佮有小可脑震动。这功夫这。安尼哦。这样整起。这样整起啊？比整个有较少落去，阮早间买药都无无。啊，个倒位？骹头有咧哦。啊，个骹头有这，啊个这厝。
中法官董洪硕讲，进前这个所在并无亲像这款攻击事件。经过了解，当地庄脚大多数拢是人饲的狗仔，但饲主无伫边仔嘛无锁啊绑的，会当这动保法罚3000到15000。那在乡下的饲养方式可能没有细审，那也有可能跑到公共区域来。那我们在这里要宣导，就是说这个犬只如果在这个公共场所，应该要有7岁以上的人来陪同，避免它的一个暴冲，影响到用路人或行人的安全。不过，官府嘛相信讲，目前全关这世界大数的狗仔数量差不多有9300多只，民众若是有通报，就会请清洁队甲抓，而且做节育，若无攻击性，就是原地甲放回去；若是讲有攻击性，就会甲伊收容。目前已经编列1.8亿，要重建收容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有旅客伫咧网络顶头表示讲，这台北捷运的红线车厢内面定定有臭味，真侪网友拢是表示认同的。捷运公司表示讲，接到通报了后，因有派人去检查，无发现到问题，也讲以后会加强摒扫。用透波漂白水切车内的椅仔、手环啊，抑个有款，车厢内的路网嘛拆落来详细切。接到社群网站旅客反映淡水信义线列车的车厢有臭味，台北捷运随派员全部检视列车，初步无发现臭味，后续我来加强消毒。但我都回淡水，可是我没闻到，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汗臭味吧，我觉得啦。袂少旅客表示无闻到，毋过网友伫社群网站的答文得到袂少回应。伊讲捷运就敢若红线会闻到类似公共厕所味，有人应讲较新的车都无味，旧的就有臭味。也有人讲4年来拢有闻到，想讲是家己的鼻仔较灵，总算有人共款。台北捷运公司证实，其实较早原来有旅客透过意见信箱来反映，不过敢若针对红线有闻到臭味，初步研判可能甲经过的路段有关系。有旅客有透过 email 什么曾经有反映过这个问题。红线大概经过北投这个硫磺地区啊，是不是会有一些 ammonia 的气味产生？那这个可能就是旅客闻到不同气味，可能每个人的敏感度也不一样。台北捷运讲，大工收办了后，营运前拢已符合防疫标准的漂白水，加强车厢内部清洁消毒，要固定时段详细清洁。对于臭味来源，有可能致使旅客身体无爽快。呼吁若是拄到无清气，也是发现臭味，会当通报行车专员，也是站务员。台北捷运会派清洁人员处理。台中运输的营业场迄有臭味，代替原有类似经验，进行是变数反映有臭味，除了加强清洁，嘛加设护罩设备。臭的部分呢，因为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导入了科技的一个设备，就是氨气的一个侦测，氨气浓度超过20个 ppm 以上，我们就会做一个通报机制。代替表示，启用这个设备将近1年，也收到侪请旅客，伊讲感觉试办的厕所有较清气，后续会继续研究评估，并斟酌会当用的经费，若是稳准，就会继续增设来提升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因为这1000多万的业务费，去互立法院抬了。对过年进前开始呢，就透过一寡措施伫咧省钱，包括这办公室的电火开一半，电梯关1/3，甚至连这便所内面的卫生纸也拢要限制使用，袂少去遐办公的民众也拢感觉讲变甲真无方便啦。今日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大厅，电火乌乌暗暗剩2拍，边的电视墙嘛拢关掉。想要知影护照办到第几号，都爱用手机啊，也是家己爬去3楼看。因为今年度1036万的业务费，互立法院全部抬了。为着要节省开支，南服中心即摆逐项拢爱省，甚至连便所的卫生纸拢是限量供应。民众来办公看到这个状况，也拢感觉真无方便。足明显的看到什么种的项目，咱要安怎办的迄个。道理也是讲，迄个动作安尼来，咱的大家动作拢会较紧，安尼就对啦。啊，你安尼来，互人感觉好像也敢若无亲像迄个公家机关的办公大楼。母婴室里面也没有纸巾啊，可能我们刚去都用完了，但是是没有纸巾。然后小孩子去上厕所都会说没有纸巾啊，对啊，一包。对，非常不方便。南服中心执行长柯乃文表示，安尼做法是以民众的需求为优先。目前3支电梯剩2支开放给民众，员工办公室的电火开一半，公共区域的冷气、电火、饮水机拢禁掉，种种的做法拢是为了要省钱。关掉1台电梯，还有我们的1楼的那个电视墙，我们大概1个月可以省15000的电费。那至于其他的一些节能，还有省电，还是等等的配套措施，我们要等可能要
过1个月之后，我们再来计算看整个月下来大概可以省多少钱，因为我们目前都是采取滚动式的在做调整。因为千外万的业务费抬到1仙都无出，影响的层面，还有一寡地方会勘的业务嘛拢暂停，临时人员嘛减少，后续影响是不是会更扩大？南河中心嘛只会当哪做哪调整。记者柯卡做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高中篮球联赛 HBL 的总决赛3月初8、初9这2天举行。拜一路的家长会，和家长投诉讲，这家长会有设计一个大礼包，一个围内要卖5000多块。台北市教育局也强调，不应该安尼施主，即马这家长会也要退钱啊。有够有活力，学生伫球场顶悬投6杆细粒杆电球机。113年的高中篮球联赛 HBL 总决赛要伫3月初8、初9开始比赛，但是台北市立北一女中的家长会所互投诉讲，家己规划总决赛的加油区200个位配加油棍啊、悠悠卡含乌烟的衫等等，包装做北一专属的 HBL 大礼包，用5281块这么悬的价钱在卖，引起争议。对这高中体总讲反对学校私底下卖票的行为，从来没有同意，不认为这是可以用来贩售的一个方式。那校长第一时间也说，他们是目的是要募款。那我们也沟通到，其实募款有很多方式，那用这种方式呢，很容易造成外界的误解。高中体总的秘书长朱彩虹讲，第一时间已经和北一女的校长来联络，学校方面嘛已经甲卖公告来落价，而且伫学校的官网公告回应，表示讲伫短短2点钟已经有100个人登记嘛，完成汇款。干那其他的家长是无认同这个募款方式，已经请家长会暂停这个募款活动，而且照捐款名单来做退款。实际打电话给北一女的家长会，因是假调，无愿意回应。原则上啊，加油区的座位不应该拿来作为就是大礼包的内容之一。我原则上是提供给该校的学生来为自己的同学加油。另外，卖北一女大礼包的行为，敢有犯着《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24之1条的纪律。台北市教育局体育和卫生保健科长吴清官讲，会阁和中央主管机关来了解后壁应该安怎来处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美国和罗西亚两国高层伫咧沙地阿拉伯时间2月18进行会谈，主题是两国关系要安怎正常化，双方拢有共识，排除美国和罗西亚以外国家参与。另外讲到这俄乌战争是要安怎来结束呢？这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也拢真关心，个人拢有个人的拍算。美国和罗西亚外交高层分别到沙地阿拉伯的首都里加特，美方代表团有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还有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罗西亚这边是由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带头，这回来还有总统外交顾问乌沙科夫，甲罗西亚主权基金执行长德米特里耶夫。这2年以来，美国甲罗西亚的外交高层头一届面对面，罗西亚认定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起头。Главное начать реальную нормализац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ами и Вашингтоном. После сегодняшних, завтраш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есть шанс, что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спадет? Давайте мы дождемся до завтра. Там серьезные люди, мы тоже с серьезным подходом приехали. 美国和罗西亚外交首长会谈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为双方的元首方开铺路。对于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甲乌克兰和排除在外，引发乌克兰不满。美国和罗西亚的外交代表拢讲到，以2014年到2015年2届明斯克协议作例，指出和欧洲国家坐上未来的谈判桌是无什么好处。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quite honest. So if you part of the problem that we looked at when you looked at Minsk too, there was a lot of people at the table that really had no ability to execute some type of peace process, and it failed miserably. So we're not going to go down that path. Перемирие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укрепить Украину в воен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То есть философия-то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никуда не делась, поэтому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им делать за переговорным столом. 也拿乌克兰进前提出要求罗西亚让出目前已经占领的土地来交换库苏克地区有关和乌克兰控制的范围，罗西亚表示无赞同。Мысль какая-то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а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что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ужно еще уступить. Уступить-то как? С людьми, с русскими?
или без людей с одними редкоземельными металлами. 伫北约的欧洲会员国方面，面对美国甲罗西亚超强排除，包含德国、法国、英国甲波兰等国，拢咧想办法安怎汇集军事力量来协助乌克兰。不过，亲像提升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派1号部队进驻乌克兰，甚至泽伦斯基之前讲到的组成欧洲陆军的做法，欧洲各国也无共识。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如果发生这飞安事故啊，美国的达比航空一台飞行机伫咧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机场要起来时阵，可能是受到这天气影响，飞行机是规只变过来，包括着这机组人员在内，总共有80个人伫咧顶头。这场事故也造成18人轻重伤。这只倒伫跑道的飞行机，伊的八道对天，会当看出伊伫降落的时阵，有可能发生真恐怖的状况，嘛有人受伤送病院。Yeah, we've got it. The aircraft starts upside down and burning. 机场的官员讲，伫飞行机顶有4个机组员，76个乘客，其中有22个拢是加拿大籍的，其他是国际旅客。First and foremost, there was no loss of life. And this is in due part to our heroic and trained professionals. That happened at approximately 2:30 p.m. is Delta Airlines Flight 4819 from Minneapolis to Toronto, operated by subsidiary Endeavour Air, was involved in a single aircraft accident upon landing at Toronto Pearson. 根据加拿大气象局的资料，机场迄当阵是咧靠风势，风速每点钟51公里，瞬间阵风是每点钟65公里，气温是摄氏零下8.6度。机场方面表示讲，这个意外调查搁伫咧初步的阶段，即嘛无方便来评论。Upon arrival, my team conducted fire suppression. Self-evacuation was already taking place. What we can say is the runway was dry, and there was no crosswind conditions. 但是对画面顶缘看到的是飞行机规个倒伫个大细拢砍掉的涂骹顶缘。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尤西夫讲，消防局长的记者会结束了后，官员是宣布讲，迄天美国经新代志的发展，有真侪守伫遐的媒体拢感觉真失望。机场方面讲，迄当阵是因为搁在应对大风含真寒气温，顶礼拜6礼拜的暴风雪，和跑道的积雪22公分。航空公司已经拍饼，互延误的班机会当起飞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有外国媒体透射报道讲，台湾当咧含华府讨论买军事武器，这金额大概是美金70亿到100亿，希望得到这川政府的支持。咱的国防部是无要加评论，不过强调讲会依照咱的需求，透过军售案、商业交易含这国造3种方式，摕到相关的设备。外媒路透社引述在内情的人士独家报道，台湾当咧甲华府商谈军购，考虑采购的金额伫70亿到100亿美金的军武，可能包含华防、巡弋飞弹、甲海马斯导港火箭系统等等。希望伫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时阵，得到川普政府的支持。路透社引述匿名人士的说明，本部这边不予评论。针对兵力整建的项目，我们会将军购、商售跟自制3个方式来筹获并审慎的评估，所以军购并不是唯一的管道。马川德总统进前才宣告，会透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把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3%以上。然而，国安人士表示，国防部会把已经有的军购计划提列到特别预算。并且把一般预算的空间刷出来，来做更较侪军事采购。互外界研判讲，畅水南国造的预算2840亿，也阁有华地汽车飞弹系统预算866亿，可能改做特别预算。所有建案项目未完成之前，未获得预算之前，或是我们未完成规划之前，我并都会透露。其实，川普第一任内对咱军售超过200亿的美金，因为国防预算规模真歹应付。苏当时蔡英文政府编列2个特别预算应用，分别是采买 F-16V 战机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金额2772亿外，也阁有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
金额是2372亿外。与立法院沟通，好好的清楚说明国防预算的编列来源和用途，而非借机模糊焦点。一个新式装备的取得，从起案、建案到采购到训练、形成战力，常常要花5到8年的时间，所以非常符合我们预算法里面规定的是跨年度的这种预算的编列方式，用特别预算来进行。那以今年 GDP 推估，2026年国防预算要占3%，大约是8040亿。对照今年整体国防支出是6470亿，等于是阁有1570亿外的增加空间。不过行政院爱先提出特别预算条例草案，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并且同时间提出特别预算，伫8月底进前送入立法院，才官会府伫今年内通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想要振兴家己的半导体产业，最近有风声讲，台积电可能甲 Intel 代工部门买2成的股权，互 Intel 伫咧美国生产上界先进的晶片。不过有专家伫咧分析讲，台积电含这 Intel 合资问题可能会真侪。台积电美国厂设厂的进度，搁再引起关注。根据外电的报道，亚利桑那州的第3座厂传出可能提前到今年6月动土，2028年第3季投产。另外，为着将晶片制造流转去美国，外媒报道讲，传出台积电有可能收购 Intel 代工服务部门的20%股价，又可会当避免反垄断监督。台积电入股 Intel， 协助 Intel 把先进制程的良率提升，确实有可能会分走一些台积电现有的客户，但是相对的也让台积电不会再受到反垄断调查的可能。合资能不能让 Intel 的代工事业比较有发展哦？这个其实是存疑的啦。这个在技术上来讲的话，也不见得那么可行。根据路透报道的分析，美国为了强化半导体的产业，掌握关键技术甲生产能力，当拍拼促台积电和 Intel 的合作，无排除采取这几种合作模式，包含如果 Intel 晶圆代工业务，或者是和 Intel 建立合资企业，或者是技术合作，阁有接管部分，或者是全部 Intel 的晶圆厂。针对市场的传闻，美国施压台积电甲 Intel 合作，国安高层17表示，政府会替产业解决困难，未逼台湾产业。根据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统计，今年台湾的 IC 产值有可能会当突破6兆。专家提起讲 ，IC 产业也要注意，敢会真做后一波去美国的产业。全世界10大 IC 设计的排行榜里面，台湾也有几家在里面。这个会不会以后也被川普政府当作是一个，你必须来美国设一个公司哈，然后把你自己当美国人，这个其实也要小心。专家建议台积电要甲美国建立关系，互美国了解先进制程也是伫台湾生产，若16奈米以下制程是销去中国，需要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的白名单机制，犹原也未证实敢会出现转单条，这拢爱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英国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国籍敢若会当写中国名。不过，这日本法务省上届新的宣布，讲今年5月开始会当写地区的名称，意思就是讲会当写台湾。这个消息一出来，真侪和日本人结婚的配偶也讲，等一天等真久啊。内政部统计，当年差不多有800到1000个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但是伫日本登记户籍、加注本地国籍的时阵，原本台湾人敢会当选使用中国。即摆日本法务省宣布要推出户籍的新制，今年5月开始会当伫国籍栏标示地区名，台湾人实质会当登记台湾这2字。听到消息后，真侪和日本人结婚的台湾人拢真欢喜。很期待可以拿到上面写着台湾的户籍成本，还是会希望就是那一栏会是写成台湾这样。其实伫日本历经一段时间的台湾人，持有的住民票和居留卡，拢已经伫出生地南位标注台湾。即卖户籍的文件嘛当写台湾，这伫历日的台湾人社群时引起讨论。真侪人拢讲，等正名真正是等足久的。对中国不满抗议，日本法务大臣铃木雄优是回应讲，这是日本内政上的判断，无回答的必要。相信未来透过日本户籍誊本的正确标示，除了能够彰显我旅日侨民身份认同的尊重外，另外在身份辨识上面也能够更加明确清楚。
另外一方面，因为最近个人申领中国的居住证、定居证和身份证的案例增加，立委会主委邱水正正式当在盘点丁克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考虑要纳管申领中国居住证的人。也思考是不是要提醒国人啊，附录这个申请各种证件，它的种种的风险。那我们会把过去的这个法治的工作再重新的再来审视。中国第2018年推出居住证开放台湾人申请的时阵，咱国独家这定调是统战的策略，建议申请的民众应该向主管机关主动申报登记，但是做法是引起议论，造成相关修法暂停。修法的草案敢会在新的会期提出？对这邱水正是强调讲会拍拼来达成。记者综合报道。大陆冷气团来到位这北部地区天气变较冷啊，气象署也要提醒讲，拜五也有第2阵的冷气团会到，会影响到后礼拜，也要提醒这高雄屏东地区的民众，因为伫咧风尾，这有染无较歹散去，今仔日高屏地区是红色警示，请民众爱特别注意。台南市区街路规个忙忙忙，赶爬出门上班的民众，拢无袂记得挂嘴暗。大陆冷气团吹来境外污染物，南部地区空气污染严重，真侪车站捌达到红色警示。台南市嘛开始道路的洗灯，各污染车路边拿闸，也甲对工业区污染源进行监控。还蛮严重的，因为早上一打开窗户就觉得说外面都是就是灰灰的。就是都雾蒙蒙的，害我以为是起雾这样。都出门戴口罩，就是把口罩戴着。透早各地温度降低真有感觉，台北市阳明山甲苗栗大湖透早拢测到9.8度的低温。北部、东北部整方面嘛转为落雨无稳定的天气。气象署指出，拜三透早各地透早温度也是真低。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会跟今天清晨相比，会稍微再冷一些些。目前我们预估的低温在马祖大约9度左右，金门11度，中部以北、东北部大约12、13度，其他各地是14到16度左右。拜四开始，各地暂时回温，西半部日下高温会回升到24度。拜五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搁落南，强度搁较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加东部天气明显有较冷，平地低温可能21度左右，暗过温度已经无亲像前几波寒流遐尼低。若是水气有够，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才有落雪机会。礼拜6的时候，冷空气再进一步增强，那最冷的时间可能是落在这周日到下周一。今年北半球冷的地方很少那台湾就刚好是在这个偏冷的位置上面，跟气候变迁应该是很明显的相关。前气象局长陈明典指出，今年副北极震动，台湾拄好挖金北半球3个冷空气外流之一。因为伫要入春啊，天气形态已经开始转变，虽然一直到2月底，也是会有冷空气搁落南。不过冷空气无入来时阵，会有小空气补充。南面寒、南面热，爱加注意温差对健康所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春天是看樱花季节，一寡所在樱花灯咧开。不过台北平地樱花是开落甲差不多啊。这台北市公园处就表示，这甲樱花品种有关系，因为这平地樱花大部分拢是种旱樱甲山樱这2种，花期干那到2月中尔。这公园处是建议讲会当去到草山看这花期较晚的北中樱。你说这边吗？对。好，来看上面。台北有朋友小少来到东湖的乐发公园要看樱花，所发现讲花已经落甲差不多啊，有淡薄失望，但是也是有侪民众来看花。民众讲，搁来找角度，才会当翕出来好看的沙库拉相片。会晓掠角度，你就会翕起来，你就会感觉讲无形中，这个樱花其实嘛还佫足侪。没想到说今天会下雨，然后花就被打湿了。台北市公园处表示，受到寒流影响，天气有够冷，所以今年的樱花和樱季比起来有较早开花的现象。加上台北市一般伫咧白地种的樱花品种，拢是以旱樱、山樱花为主。这2个品种的花期是伫1月底到2月中，所以目前已经到尾声。现在目前的话，平地的部分的话，山樱花跟寒樱的部分都已经差不多都到尾声了。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冷的这些樱花的种类要登场。那像阳明山的话呢，八重樱跟那个昭和樱的话呢，目前正在盛开。虽然旱樱和山樱花的花期已经结束啊，不过台北市公园处表示，阳明山的樱花才拄开始开，因为山顶的樱花一般拢是八丁樱和昭和樱，花期对2月底开始到3月中。公园处鼓励民众会当去山区赏花。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最近大病院拢传出讲，这药师骹手无够精行。以台南基比病院来讲，药师一工平均就要夹150位化疗患者药啊。这届病院甲业者来合作，研究出全台湾头一台化疗药啊智能调配机器手骨，会当减少这药师的工作量，夹药啊也变较准，而且会当兼顾到药师的安全。多数病院咧调化疗药啊，由原来靠人工，即摆全台头一台国产的智能调配机器正式启用。药师伫阴部确定药品，机器才开始调配药啊。机器的手骨会照剂量来经针头，佮会甲抽出来药品摕去称重，做相定的确定。整个过程只要5分钟就配好势。机器人就是会很精准，人没有办法那么精准。所以尤其是对你这样做化疗，会觉得更有帮助。对。那这个相对之下都可以节省药师在调剂 loading 上面的负荷。这样子的结构环境工作的优化之后，其实药师也慢慢回流到医院里面来。那多余的药师人力，大家就可以回归到真正去做其他的癌症病人的临床照护。面对护理师甲药师骹手无够的问题，基比病院甲工地业者合作，开2400万来开发这台智能机器。病院表示，调化疗药啊，因过要3个药师全副武装落去调，一工平均来处理150张处方，对因来讲负担真重。虽然机器速度无人工的紧，不过安全性加较悬。因为人工调配，有往有可能因为人为操作真差，还通减少药师长时间伫高风险环境的操作。它的剂量可以非常的精确，所以这个化学治疗的药物就可以达成它预期的效果。它对病人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它的剂量、它的药物的种类是非常的精确的。这是一个密闭的洁净式空间。药不会外溢，是负压吸走，对医护人员不会有伤害。同时，我们人外面的细菌不会跑到药物里面。病院讲，目前这台新机器已经成功调配1000件的化疗处方，涵盖病院70%的化疗需求。南科管理局嘛讲，会协助把这台机器杀去国际市场，让台湾医疗伫国际上通出头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根据儿童福利联盟上届新的调查，有54%国中生对未来规划课业问题感觉有压力。调查也指出，讲有37.7%的国中生有算这社群平台算甲袂起的情形，也影响到因的情绪。为了要帮助囡仔和家长了解面对心理情绪问题要安怎排解，儿童福利联盟有找专业的心理师推出着免费的线顶心理健康课程。你今天因为成绩退步，你很伤心。你以为你只是在气你自己笨而已，但其实你可能是对无法满足某些人的期待，然后你就觉得很焦虑。影片讲出青少年的烦恼，青少年面对人际关系、课业压力等等，会产生情绪的困扰。根据儿童福利联盟17公布的调查，发现54%的国中生对未来规划甲课业感觉有较大的压力。另外，调查也指出，青少年一天用社群平台的时间大约5点钟，因为现在有互相比较的心态，有37%外的青少年有情绪困扰。他们都在谈论什么？他们都在追寻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部分也是孩子想要去跟上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沉迷的情况，衍生出的社群比较，也就会出现一种相对剥夺感。另外，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无愿意和家长讲心内话。有医师就指出，若是发现厝内囡仔有沉迷伫网络社群的状况，要尽量伫实际生活上创造和囡仔的互动，互囡仔支持。医师表示，好的亲子互动对预防心理健康的问题真有帮助。有没有可能是从事一些真正生活化的活动，对吧？比如说一起散步去做什么，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共识。为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儿福联盟甲专业的心理师合作推出线顶课程，让青少年佮有家长通免费使用，帮助家长做伙克服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另外，医师也建议，在选择心理辅导课程的时，会使先看课程的内容敢有透明化，讲师是毋是有专业的医疗背景，避免接触到无安全的心理辅导治疗。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有200多年历史的台北市定古迹，这树林的朱含宫，这个庙门呢，伫咧2023年的时阵，互一个西班牙人摕这铝瓦运这化学物品去甲这庙门铝甲落漆，落尾呢，树林地检署用刑罚的毁损罪提起公诉。这几工啊，这树林地方法院判决也出来呀，罚这个外国人呢15000块的罚金。
台北市市定古迹树林朱含宫的庙门，门前的侧面有一部分落漆起，通看到庙门插头的关系。树林朱含宫两边的庙门，2023年8月，互一个西班牙籍细本的查甫人，摕铝啊甲布运上香水，即个化学品入庙门，入甲落漆。树林地检署认定涉嫌毁损罪，提起公诉。这几天树林地院判决，甲这个查甫人罚15000块，目前要通上诉。他没有尊重妈祖佛啊，不好不好，他也是喝酒啦。他原本那么漂亮的东西，无缘无故就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唔知咱门神的重要，门神门就代表门面，基本上都是紧急修复的报告书有出去了。树林朱含宫国号做树林妈祖庙，是树林三大古庙之一，创建于1796年。164年搬到即摆的地点，高达超过200年的历史，是台北市市定古迹。2023年庙门互人破坏较大，还未修复。台北市文化局指出，庙方已经提出相关的修复程序，也咧协调庙方甲技术的时间来修复甲相关的细节。修复的计划了，那我们也审查通过了，我们就是会跟庙方这边再确认说，那到底他们的一个修复的时程，时程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去？那我们在中间的过程中也会邀请文资委员到现场去确认，就是相关的工法工序，那跟之前我们审查通过的计划是不是相符？针对树林地院目前的判决，文化局表示，庙方是等咧讨论，敢有要继续上诉。为了避免庙门再互人破坏，庙方已经伫庙门附近用红线围起来，要加强巡逻。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北市的宽南市场改建已经完工路径开始试营运，这个店家和民众拢伫咧怨讲，这市场伤过大，支票伤过少，定定唔知行到倒位去。有民众批评讲，这市场的动线规划有问题，但准备去到2楼食饭，就要过一条车路，有影是真危险。看到老主顾搁转来呀，这个反而是欢喜甲。有超过40年历史的宽南市场，从105年开始原地改建，即马1期甲2期就拢完工，2月18开始试营运，为设备到运作模式拢全面升级。就这边的环境啊还不错，进出比较方便啦。差很多啊，现在比较宽啊，走路大家比较舒服，以前比较窄啊。新的市场有8层楼高，超过1300个单位。除了空间加真宽以外，嘛大大改善通风甲空调的系统。不过，这个改建用要9年的时间，未少反而也无啥的关系。重点是市场范围太大了，有的客人都认为说走到脚好酸，然后买太多东西提的话，那提很远，那太重了。找不到，因为我之前买的整个摊位都大乱了，所以找很久。新的市场是看蹦蹦，袂输是白宫。初期路线的指标较少，嘛无明显。人客若想要找特定的单位，就要一间啊一间安尼踅。另外，嘛有反啊怨讲，第2期的工程大部分的电梯敢会当搭到2楼尔，停车场煞伫4楼以上。若伫1楼做生意的，下班了后要驶车，就要踅一大连。若民众若想要去2楼食饭，电楼梯爬起哩，阁要先经过一条车路才会到位，安全问题嘛受到大家关注。不管是进货的动线，或是出货的动线，都比以前中继的时候还来的顺畅。他们的设施设备有的还在用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像水跟电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就逐步来帮他们改善。市长处强调讲，初期漏水甲路线的问题，即马拢已经改善。也若租金的部分，原地反而是起5%，嘛拢已经进驻啊。也阁有70多个家啊，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互反而来租，希望互市场的机能愈来愈精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伫咧台北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当咧展览画家陈定波130岁特展。另外，伫咧中华呢，也有独立册店配合台北的展览内容，举办讲座，邀请作家康元老师对陈定波所画农村景致来解剖艺术甲乡土的牵连。这幅画是画家陈定波伫1932年画的乡村石照，阁有1934年画的农家，拢是咧画彰化市武帝庙前的景致。虽讲即阵景色全然无同，但是透过画家风景画的记录，互大众会当看到偌100年前的台湾风景。因为伊农村文化对阮来讲有迄细汉的感觉啦，就是咱目前的社会可能较无法度看到这物件。因为我对这个展览
那我们向初中拢会去想要了解伊后壁伊的故事，就是讲写伊的画这个作品安尼出。国立台湾博物馆即阵当咧展出画家陈定波103岁特展。陈定波在生的时也捌伫中华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中华市鹿港侪所在，原来有出现伫伊的作品内。中华有独立册店配合陈定波的特展办讲座，小解陈定波的话，互民众入捌台湾农村的文化。透过即个陈先生的一张图，来讲出中华农村的即个物件吼。即农村内底当然农村的文化就包括真济嘛，所以我内底有讲到咱台湾农村的牛啦吼，嘛讲到咱的土地。陈定波用画笔记录台湾1930年代满世界拢是水产农地景致，佮有东部海岸、阿里山混海的水，好艺术生活化、在地化。所落来嘉义、屏东、台中等县市的独立册店，嘛会巡回办小型展览甲讲座，要互大众透过陈定波的话，做伙来看台湾宝岛的人文历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家己的落脚，因为迄个所在较无协劳力，即教育资源欠缺。天主教安道基金会为着要照顾这偏乡的囡仔，伫咧落脚的原来国小成立课后照顾辅导班，希望替即寡隔代教育、经济弱势或者是新住民的家庭，提供互囡仔更较充足的教育资源。老师一个接一个协助学生囡仔来完成伊的功课。落脚乡的原来国小，替1年甲2年的学生开办放学了的辅导课程，要来协助一寡家庭较弱势的囡仔。我们这边的孩子，因为有大概一半以上，他们就是家庭功能比较不健全，所以他们在家庭辅助这一块是比较弱的。然后我们透过这个课后辅导的部分，我们会陪孩子做阅读，然后写功课。原来国小表示，落脚乡因为高龄化甲人口外流的状况。一寡低年级的囡仔读半工放学了后，拢是阿公阿嬷来照顾，较无法度提供囡仔功课方面的协助。为着偏乡囡仔的教育，天主教安道基金会就协助学校开办这个辅导课程。咱知影讲政府部门，因为咱的经费是有限的，所以阮家己本身嘛是会搁陆续来找咱的资源。其他的学校若做讲有咱的需求的时阵，当然会来甲提出来甲讲，阮去评估若需要，阮也是来扩展。学校这个部分，伊就免搁找另外搁找经费，家长嘛免搁加负担。对囡仔来讲，囡仔嘛加一个这个下课以外因会让加一个学习的机会。安道基金会表示，偏乡一寡家庭因为功能无完整，加减会影响到成长的囡仔，所以除了功课以外，阁会加入生命教育甲品行教育，希望除了减少家庭甲社会的负担，嘛会当提供囡仔更较好的学习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解剖台语的作家即刘成贤是台师大台文系教授，以后出版英语版本的台语教材，互对台语有兴趣的外国人有教材通好来学台语。今年伊摕到教育部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讲伊上界大愿望就是把这台语会当恢复到自然共通语的地位。要学一个语言，除了发音、语词，阁要学文化。市面上有各种文化参考册，说真罕得看到有得讲台语的文化。其实不管是研究还是出版，专门在做台语文化和理论语言学的学者是真罕见。台师大教授刘成贤为了要让大众了解台语的文化，唔但注心研究，嘛出版一款台语的入门册。我想要甲一般人对台语的印象拍破，因为一般人感觉讲台语也无啥，都是甲华语差不多，都是发音无共样。我想要甲咱印象拍破。事实上，刘成贤英国伫金融界食头路，后来转向语言学，伊讲伊的初心，敢若是无关于台语，就安尼无去。毋若是台语句法，刘成贤嘛因为真爱算语言学习软体度领悟，伊毋若出版英语版的台语教材，嘛希望台语通有高度化的优势，所以嘛开发学习网站，要互民众用趣味的方式来学台语。当然，因为进前教育部伊用的名是闽南语，所以其实阮足侪年进前都想要推荐成贤老师安尼，只是讲成贤老师伊一直感觉讲即个名无解，伊其实无想要领即个奖安尼，足欢喜的。今年咱总算是会当用台语的即个名来做即个会当领即个奖安尼。透过台师大台文系的推荐，今年刘成贤得到教育部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台师大认为刘成
新贤直直拍扁，和台语五路化、少年化含国际化，就重视对少年学者的肯定。因为老新贤伊上大愿望，就是台语会当恢复自然共通语的地位。未来愿望就是上无咱的少年人会当莫干那会晓讲华语啊。对，我希望台语会当恢复伊原底的功能，因为台语原底就是台湾的自然的共通语，伊嘛是台湾的历史文化。另外，针对台语要恢复使用环境，开办台语学校，老新贤嘛希望教育部要积极建立完整的奖励机制，才通让台语愈行愈久长，让台湾成做真正的独立国家。记者卢尚如、曾准由台北报道。鼓励民众学母语，这新竹市文化局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找这台语老师带民众来到传统市场，家己做鱼羹鱼丸，大家做伙来听台语、讲台语，让民众伫咧体验活动当中培养平常时就讲台语的习惯。用传统的，你就爱足侪人，切肉是切肉的，夹肉是夹肉的，拍鱼浆是拍鱼浆的，每一个人的胃无同安尼。用台语解说鱼浆的制作过程，佮大家动手 DIY 订鱼羹、鱼丸，每一个大人、囡仔拢满面笑容。有民众讲，除了头一摆体验家己动手做，会当食到家己做的鱼丸，感觉真心笑。活动做趣味的，囡仔嘛无做过，我家己嘛无做过，所以我想要带囡仔佮阮翁做伙来体验。因为我家己台语嘛袂练转，我完全袂甲囡仔讲台语，嘿，互伊来听看卖，我嘛练习一下。新竹东门市场是在地60多年的传统市场，二楼这间卖鱼丸的店家已经传到第5代。头家讲，过去市场内老一辈买卖拢是用台语。头家认为台语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母语，嘛鼓励大家来到市场买菜，通再用台语。若甲少年若讲台语会讲哈，你讲啥物？我唔知。所以我感觉其实台语才是咱台湾人上重要的母语。其实咱家己学起来，就是对咱有好无歹。希望会当吸引华语的台语学习家庭，交本来就会晓讲台语的文化家庭做伙来。88岁大家讲这度了非常，然后会当对东门市场一开始讲我真慢。台语老师讲，透过用台语来体验传统市场文化，伫趣味 DIY 过程当中，哪做手工，嘛通哪学台语，希望会当互民众对趣味体验活动哪来哪惯习，日日常使用母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